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主的恩典借着兄弟姊妹的接纳，互我伫遮会当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伫分享之前，咱做阵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阮知影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主你的话语照明，互阮继续伫你引出的道路当中，领受着主你互阮年岁当中的恩典，互阮所行的路上，拢会当看到你丰盛的自由满满伫阮的当中。主啊，总是这世间有真济，阮无一定拢会当明白，但照着你的话语，阮相信主你要引带阮，互阮看去，你要互阮如何得到美好的生命，而且得到更加丰盛。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求主帮助你无路用的仆人，会当讲清楚明白上帝你的心意。我兄弟姊妹照着你的话，会当欢喜来跑走这天路，互阮真知影，阮真正是一定有福气的人。甲应邀归予主，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搁再一届问候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下晡大家好。我知影下晡要听道确实较艰苦因为拢会想要困。这个有一个人问我讲，牧师有一个头家去找一个新郎甲这个新郎讲你替我做一个代志，你去带一群人去什么所在我要祝福你。去找这个人本来讲，哎呦。头家你莫找我想我无法度做这个代志。头家讲，你去带我会帮助你就对。伊阵无奈就去带去带这个人行一直行，经过真侪年了后，这个人薪水无升职务嘛无升就是因为这个头家甲交代一件代志。结果伊无照伊的无照即个头家吩咐，即个头家讲我人无要你带你，我无要你带。你会感觉即个头家敢若会真严格袂？会无？那即个头家你要对无？要我？要对无？有即个头家你要对无？恁哪毋敢讲？因为恁看恁心肝拢知影我咧讲啥即个头家是啥人？即个头家是上帝。这个仆人啥人？这个仆人是摩西。当初上帝呼召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去迦南地，带到今仔日将近要40年。要40年的中间，就一开始就是这个位置，职务无升，拢伫遮。无甲泡沫无，就是安尼。薪水嘛无，就真艰苦，拢安尼伫做。今仔日咱看到一样代志，上帝叫伊摩西吩咐石盘出水，结果摩西举拐甲石盘讲2解，流水出来。上帝讲好，你安尼你袂使入去迦南地。恁看到这个经文，你会感觉讲，哎呦主对你哪会敢若真严呢？安尼敢好？安尼好毋好？毋好咱是感觉上帝足严的。实际上，无毋对，你摩西在世的时阵，无入去迦南地，这是事实。因为上帝伫遮有你讲，伊讲摩西你无信任我，所以我无要你入去迦南地。但是尾咱看耶稣伫山顶的时阵，摩西甲以利亚伫迦南山顶的顶悬出现。所以讲，咱用有限的目光看到真的代志，有可能咱袂明白。咱人咧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无报，是时候未到，是毋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世间看真侪代志，你看到讲，毋对咧。世间好人无一定有好报，歹人有可能对咱伊的生活各方面，住大厝、开好车，啥物拢好。安尼敢对？你阁相信这句话吗？毋过咱相信差别伫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毋是未报。是时间未到，毋是无报时，所以咱人的时间有看有限。
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有真侪时阵咱看袂明白。所以求主今仔日借着今仔日经文，我相信有真侪人一定会感觉讲：哇，咱跟对的上帝遮尔严。其实，咱若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咱会知影咱是真正有福气的一群人。所以借着这段经文，牧师要甲大家搁一解来思想讲：主啊，咱伫世间行这条人生的道路，你上帝引带当中有真侪你无一定拢了解，但是求主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到超过咱现实。你永远的福气，这是咱永远一定要得到的，这才是咱的愿望。若无，你若看世间，咱你行这条路，咱真侪时阵会失去信心。这条路会真歹行，因为这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十字架世间的人，你看是啥物路？咱对着你唱，十字架顶悬是去用武力的路，是见效的路，免哪行起哩。但是你主的内面。这条路正做咱荣耀的路，所以咱若无这个目睭看会到，咱今仔日要行这条路，你足歹行，你甚至愈行会愈灰心，愈行愈无勇敢，啊！你会一直拖出去，你无法度坚定你这条路行。所以你咱今仔日照着今仔经文，咱要做定来思想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摩西，伊这过身啊。亲人过身一定是心足沉重的，足艰苦的。而这个时阵，佮看到伊所带的百姓，是上帝交托伊的百姓，无水通啉。这甲来讲吵闹，其实应该讲这是暴动啊，毋是吵闹，是暴动啊。这侪人暴动的时阵，你知影会发生啥物代志无？这个人无水通啉，有可能伊讲，伊圣经来讲，我吼，你甲我带来遮，嘛真侪人对我带来死，我甲伊死好啊！啊，即摆我还袂死吼，我看吼，你无互我做阵，我甲你讲死较紧。咱看经文真简单，敢若你吵闹，你知影遐侪人，几百万人，无水通啉，精神也是。啥物拢无时阵，你会知影人的心是啥物情形。摩西会这过身，佮拄落遮民众会众会伫遐里暴动，你要安怎？你要安怎？所以讲，咱人生当中，上帝甲咱讲，主要说讲，咱世间有真济你无明的代志，而这种代志其实你毋知影代志，你咧受苦。咱今仔日当平安过日，感谢主。一个人会当平安轻松过日是真福气的代志，真福气的代志。但是世上毋是逐项拢顺遂，世上咱就看到真济困难，亲像摩西共款，这过身，百姓搁来遮吵闹，你知影迄种的感觉是啥？人咧讲，厝顶你落雨，厝顶你流水，搁逐工一直落雨，不但落雨落风台雨，你敢若烦恼，你就烦恼死。所以今仔日咱看到摩西是这个情形，摩西这个情形，所以求主帮助咱就是啥物？咱讲咱人生一定有拄到真济问题，有新的有旧的，但是一般的时阵，咱看见旧的代志一直不断的定新搁出现，不断定新搁出现，较早拄到，即马搁拄到，较早你安怎解决？我毋知，但是即马搁拄到，你安怎面对？你安怎面对？所以这嘛是一种上帝，互咱人生的当中，咱有新的问题出现的时阵，咱嘛有可能旧的问题搁继续发生的时阵，上帝要带咱安怎面对？所以今仔真侪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嘛，问题拢共款，是安怎伊继续安尼？所以这是咱眼光的问题，咱看环境的问题，咱常常看到环境，但是袂记啥物？袂记上帝甲咱做伙。袂记上帝甲咱做伙，所以咱来了解讲，今仔日上帝应允咱，伊要甲咱做伙，伊要甲咱行过这风影的当中，所以伊赐予咱圣神伫咱的内面，代表讲上帝主耶稣圣神这个神要陪伴咱伫人生的苦难当中，咱会在赢过咱的世上所面对的风影，只是咱常常看袂到，咱大家看袂到。
所以百姓一个无水，就开始去怨叹，开始怨叹。圣经要来攻击摩西甲这个亚伦，因讲你是安怎甲我带来遮？他们讲遮个人有可能少年的，因为一代已经要40年啊，这可能少年人。但是伊会袂记无？有可能。但是伊原来知影过去，因是安怎出来？无伊袂是讲你较早是安怎讲对埃及带出来？安怎你讲这？伊代表伊的过去的时阵，因对埃及出来。但是即摆拄了问题咯，所以咱人是毋是有即个问题？就讲咱拄了顺境感谢主，拄了逆境的时阵开始就烦恼啊！讲上帝啊，为什么爱遐呢？咱袂记过去，上帝安怎带咱经过即个困难的过程当中？过去的40年，当初上帝差遣摩西、亚伦对以色列把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当中经过10个新掠，经过红海，你旷野这3-4年、10年当中，当初因一个出埃及，经过这个红海的时阵，因就无水通啉哦，毋是今仔日才无水啊。但是较早的代志已经袂记了，因为即摆的代志对因来讲较是重要。咱人是毋是常常袂记的？上帝予咱的恩典，咱所看的就是环境所造成。上帝啊，为什么我来拄到这？为什么这个情形安尼？上帝可能要互你了解讲，咱对的信心会当加添无？咱今仔日是毋是会常常看到讲，我的困难遮尔大？可能教会嘛会啊。感谢主，我今仔看足侪人伫遮聚会。这也是真欢喜的代志，因为坦白讲，你北美洲来讲，教会要聚会的人是愈来愈少，尤其是讲台语的啊，愈来愈少啊。咱今仔日足侪人伫遮，尤其是特别为你伫遮，你爱感谢主，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坐伫遮，听到上帝的话语。会当甲遮侪人做伙听到遮水的诗歌，而且献唱遮水的诗歌。你伫遮尔好，你上帝同在所在，咱做伫遮享受着在地，亲像在天。所以咱确实人生的当中，咱就面对真侪问题，拢是事实。但是咱常常甲即个困难放大。但是咱的上帝伫倒？咱的上帝敢若今仔日无伫吗？上帝讲一直要陪伴咱，直到永远末了啊！世界的目的更较永远啊！但是咱是毋是常常袂记讲，上帝，你甲我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嘛是咱今仔日可能你的生活当中会去拄到的问题。咱常常甲环境困难一直放大，咱的上帝愈来愈细，愈来愈敢若无离咱的身躯边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将来就毋是咱的上帝无甲咱做伙，毋是这个问题，是咱袂记上帝咯。咱的心肝已经袂记上帝咯。你知影破万的人永远看到环境困难的问题，但是有感恩的人、有信心的人，伊会看见咱有上帝的同在。你知影？感恩，互咱会当安怎产生信心？感恩，互咱会当产生信心。所以求主帮助咱，咱去行这条人生的道路。咱既然信耶稣的人，咱就爱面。我是常常你看到困难吗？还是看到我的身躯边有足侪上帝，互咱恩典足水的代志？咱常常看到啥？咱可能家己爱思想。咱可能爱思想，特别是拄到困难的时阵，咱会当无看路，咱会当照着祈祷、感谢，把你所有的代志交托给主无？所以圣经安尼讲，伊讲你著爱一无挂虑。兄弟姊妹，这句话讲起来真简单，大家讲我嘛知爱一无挂虑，但是我做袂到，圣经讲，你著爱祈祷啊，你爱祈求啊。你爱感谢，为什么我爱祈祷？兄弟姊妹，你若看到教会有真侪时阵，兄弟姊妹无爱祈祷，
因为基督是啥？就大家安尼讲，就煞咯，兄弟姊妹。有一个囡仔，伊的老师，互伊一个证据。伊讲即马咱即马安尼恁甲即粒证据摕去转去证，1年了后，你甲证的迄个证据的花卡摕来。1年过去了后，敢若一个学生摕倒转来，有花卡有花发出来。老师就问讲：我毋是顶年就甲你讲啥啦？恁即马才摕即卡，敢若即个倒来？迄个人真侪学生讲：阮是有做啦，阮就甲带啦。毋过就定定袂记压水啊，定定袂记这袂尾就翘去啊，就翘去啊。老师问迄个摕迄个花来讲。你哪会洗甲遮？即个花哪洗甲遮水？伊讲牧师，伊讲老师啊，我甲你讲你互我证据的时阵我就甲带咧土内底我相信这有证据有生命我不管是有心甲弄一弄，我逐工拢安尼做一事来，做一事来，做一事来。1年了后，伊就发觉安尼我哪会知？这讲啥物？咱人生的当中，咱有真侪时阵。咱可能拄到真侪代志，咱就渐渐袂记诶。咱爱继续坚持，所以咱圣经里讲，咱若做好事，若坚持，若无灰心，时要到就会收成。做正常诶人嘛共款，伊果子放落的时阵，伊嘛爱压啊，嘛爱顾，嘛爱听候天地诶天气慢慢就发出来。但是咱若有真侪人讲我著交代，著上帝无我著放弃啊，这是咱常常诶代志。所以上帝甲咱讲，知影咱的烦恼。所以为什么要叫咱祈祷？祈祷你要有对象啊！你今仔拄到代志，你找什么人帮助？你会使找人啊，你会使找高人啊，你会使找你明白的人啊，你拢会当找。但是真可惜是，咱常常袂记讲，原来我祈祷是去倚靠一个我的天父，是创造万物的天父。我要倚靠是这个人，我对伊有信心，所以我甲我要讲的代志，我甲伊讲了。一般咱敢讲遮尔，讲了就囥啊。结果咱讲，奇怪，咱无就无，我祈祷无成就啊。伊才阁加一句，感谢。感谢意思啥？一般若你民间来讲，若代志完成爱行完，敢毋是？因为我自细汉你比较大汉，所以你若甲即个新名求了拿出来，你爱行完啊。行完意思讲有做成，你才去行完啊。上帝，而且甲你讲，你所讲的上帝拢听伫，上帝会照伊同好的赏赐你，所以下面毋是讲你爱啥物给你啥物，毋是。伊甲你讲啥？我赏赐互你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会保守你心肝所想的。伊毋是讲你要爱啥我互你啥，毋是，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伊是咱的主，伊知影对咱啥物同好。但是咱呢，咱嘛是讲上帝，你拢照我的意思。这是咱的望，我了解。但是上帝是出于伊的智慧，但是因为这当中有差别看法无同，所以咱常常是讲我著祈求，我著祈祷，但是著无成就，所以我免感恩。毋是上帝意思讲，你若祈祷，你若交托，你一定能看到伊甲同好要互你。可能这个同好无一定甲你想的共。所以咱知影，上帝会成全啥物？咱所讲的内底，会照咱所想的这个想法。伊会较互咱更较好诶。譬如讲，有一个学生啦，伊咧做黏土迄个做陶土诶，即个老师带一班诶学生。伊迄工咧做一个杯啊，迄个学生做杯啊做不错，做出来袂歹，结果无注意甲弄破去啊！哇，迄学生足痛苦诶。老师，哎哟破去，老师拢无讲，甲迄弄破诶杯啊捡。过3-4天了后，迄个学生过来，这个教授讲：“哎呦，这毋是我弄破的杯啊吗？”伊讲：“老师，你想这个弄破的杯啊，做出来更较水啊？”老师讲：“是啊。”伊讲：“真正系师傅啊，真正的师傅会当甲这破碎的物件真做搁变更较水。破碎的物件毋是结束。”是会当你上帝手内底，真做更较水的人生出现。所以上帝为什么爱咱优挂虑？因为咱确实会烦恼，咱确实对真侪代志，咱会惊会这个。但是上帝讲，你交互我，你一定会当看到上帝要做成的，超过你所思所想的。
所以你若有这个信心，你就会感恩啦。有人甲我问讲，牧师，这个一粒细细芥菜种子，耶稣讲一个小小芥菜种子就可以叫山移开呢？那个奇怪啦！你讲这你哪会捌？哪有可能？咱也想无可能。但是耶稣的意思啥？讲你有这些的信心，你若愿意持续，你若愿意继续去经验这个信心的长大，有一天你会看到更加大的信力在你的面头前。所以，咱的信心是伫交托的当中，咱的信心伫咱环境的当中，咱看见伫咱人的当中，咱确实想袂到，咱确实唔知影。毋过，咱照着祈祷，咱照着甲咱所卖的代志，甲上帝讲，咱照着感谢讲，主，我相信这样代志，你为我做主，你会当手术，互我是更较好的。所以，这个信心就起来啊。咱若毋是安尼，咱的信心会愈来愈无去。另外一条路就是，咱的信心会愈来愈大。这就是咱的选择，这是每一个做基督徒爱面对的选择的信心。所以，摩西甲亚伦拄了这个代志，互咱足好的一个，互咱足好的一个榜样的模样，就是伊去甲上帝面头前，拍咧上帝面头前，伊去上帝面头前拍你啊！伊祈求上帝来带领。所以圣经嘛甲咱讲，咱若专心祈求上帝。伊会引带咱的路，但是人一般毋是安尼。人拄了代志，可能你会想找上帝了，若敢若无啥物，我就去开始找我照我的意思去找啊嘛。我要来找这个人，我要来找这个出路，我想足侪代志。你毋祈祷啊？所以真侪人，我来祈祷啊，对你祈祷，出去讲无成正，我就来找我爸。意思讲，咱家己真侪会往家己的想法去要做真侪代志。咱真是毋是真正用心伫上帝面头前要求上帝啊，请你专心带我行这条路，这是无简单的代志。所以摩西伊拍伫上帝面头前，用这样代志，伊确实无法度处理，所以继续落去，你看摩西甲这个亚伦，甲一般人做确实无共，所以这是咱真好的启示，咱真好的启示。这时阵趣味就来啊，趣味足趣味的啦。上帝甲启示对无？叫摩西摕啥物？摕拐啊！摕拐啊呢？摕拐啊要创啊？兄弟姊妹，摩西上帝讲你拐啊摕去，摕拐啊一般伊较早捌拄着这个代志无？较早用拐啊讲石盘。有人讲牧师，迄个吼，等下我再讲。因为这个摩西摕这个拐讲石盘两解毋对，敢若说讲一解尔。迄甲讲一解无关系啊。迄是真侪人咧讲啦，伊爱讲我嘛无反对。但是而且你注意看，上帝叫摩西摕拐啊，真趣味干，但是叫伊讲我吩咐你，你吩咐水就出来啊。你若讲摩西，你出去吩咐水就出来的话，拐啊免举，安尼毋才对，是毋是拐啊免举？摩西你出去，吩咐迄个石盘出水就好。上帝先讲你拐啊举咧，诶。若是照咱想讲，拐啊举了就要甲讲啊，无你举拐啊要创啊？这是毋是正常的代志？什么意思？咱每一个人拢共款，咱较早有经验，上帝带了咱的经验经历的代志，但是咱会倚靠咱的经验。较早就安尼，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教会嘛是共款。较早就安尼，有人甲我讲牧师。咱拄则咧唱诗歌，有传统的诗歌足水的哦，有。即摆有现代诗歌嘛足好听啊，但是我捌拄着一寡老基督徒，讲牧师，我甲你讲，你若唱即摆现代诗歌吼，我歹咧教会啦。即种歌声个靡靡之音，我歹咧参加。这教会吼堕落。伊讲我讲即摆现代诗歌，较早迄个诗歌，迄当阵嘛是现代诗歌哈。是经过年后才侪变你了解传统的诗歌。那么即摆唱的诗歌，你就讲我袂听，我若听了这我袂来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是无照上帝意思。有真侪年岁大的老基督徒，我毋是讲伊无好，但是咱有这个经验，咱有这个惯势，这是咱人生常常出现的代志啊。所以圣经嘛是讲，咱毋好去白调的，咱爱来变化，咱爱了解上帝的声音安怎讲。所以我对着你讲。上帝真趣味咧！你要叫摩西出去吩咐水出来，都为什么叫伊举拐去？举拐去，摩西一定想着讲，举拐就要去讲。所以伊讲两解啊，出水
伊无听上帝的话，佫会出水啊！咱等下才注意。所以而且啦吼，咱常常会用咱的感觉，咱常常讲较早就安尼啊，所以即马就一定爱安尼啊，若无安尼，敢若袂好势。所以你教会伫咱的生活当中，咱嘛有可能挖靠咱的经验。但上帝要予咱新的稳定，要予咱心更加去明白伊所做的代志，伫咱的生活当中，咱会当更加自由，咱就倒讲变化，是毋是安尼？所以你有当时就咱就歹势讲哦，即摆若年岁大吼，见讲啥物？啊，恁讲的，现讲现坐了，随困去。爬起来困袂去，倒落困袂去啊！是不是？我嘛是共款啊！我奇怪，上帝，你爱保守我咧，互我会当吼，有思想上面吼较活泼咧。莫安尼一工安尼，较早安尼，我就一直行咧。所以上帝伫遮甲摩西讲了，嘛有即个意思。个意思讲，上帝要用摩西搁再一改来改变伊。你来知，你甲注意看，摩西出去的时阵讲啥物？你若圣经里讲，摩西讲哦，恁遮背个人啊，恁遮五极个人啊。听我讲，我为你对水对石麻种了，我呢？他是姊妹是摩西吗？奇怪，明明上帝呢？但是摩西这时阵可能气甲掠讲啊！恁遮吼有够五个咧，我为你水对石麻流出来，我啦，你看吼，圣经是我，伊毋讲上帝讲吼，要为你对水流出来，毋是，是我。所以伊阵举迄个拐啊，一届无够，就较讲两届。你甲看这过程，哪会安尼？其实人就是安尼啦。他们讲，咱哪有可能安尼啊？所以上帝伫遮当中，伊要摩西的生命，搁再一摆来更新，毋是要挖靠咱的经验，毋是要挖靠咱的经验，因为上帝的方式超过咱人的经验。所以你看圣经的新约内底，耶稣你医治人的时阵，有当时时阵一句话目睭就金马咧，有当时讲你去遐涂糊糊的，搁甲配喙烂配咧涂内底，讲你安尼糊，你要去哦？糊了讲你去遐水洗洗，这麻烦的，你就直接讲我好就好啊，搁着喙烂配咧涂，搁甲糊糊的讲，你就爱去，你遐这麻烦，你讲一句就准正就好啊，啥啦？所以。每一届上帝你做真个代志，咱可能会怀疑讲，伊那要做啊，一定有伊的目的是咱无了解，咱的经验讲，讲就好啊。所以上帝伊的方式有真个时阵，互咱会当不断的来领信上帝的智慧，上帝互咱这个生命当中，会当去发觉讲，哇，原来上帝足丰盛的，毋是敢若安尼定翘翘，毋是。虽然伊的真理、伊的原则是对，但是伊的外口的方式是会当变。好，所以而且咱今仔爱知影一样代志，讲咱咧针对上帝内底，咱爱知影今仔上帝伊有要对咱讲话。所以你即马读圣经，较早读圣经，有时阵你会看到无共款的所在。你较早读的有讲我得到安尼，你继续读，上帝甲你开阔你的目睭，互你看到讲哇，这个经文内底。我相信今仔日甲你讲，你嘛捌听讲奇怪，咱讲两届，大家拢知啊。有人你嘛捌听过讲两届，因为耶稣落迄个石盘，敢若使讲一届，袂甲伊讲两届，这嘛是大家捌听得到。但牧师要甲你讲，毋是，这是我的理解。上帝要咱经验以新的方式来传来咱，因为咱内底真侪问题，每一个人内底的问题拢无相共，但是咱常常去挖靠咱内底的。感觉咱安尼做，咱就惯势安尼，咱会惯势。上帝爱咱不断的变化，来更新，来改变，会当去检验着会当去查验着讲，我会当去领受上帝伫我生命当中，互我安怎搁较丰盛的变化出来。所以有好天有落雨，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有冬天，拢会变化。伊毋是逐工拢春天，嘛无逐工拢热天啊，嘛无逐工拢冬天啊。所以伊变化万物的时阵，各方面都真丰盛。但是咱若固定一项，咱可能敢若知影一项尔。所以为什么遐是姊妹？咱做人读圣经的时阵，每一个人的分享是足水的，
因为上帝照着每一个人，你会当分享出来，会当听到别人讲，我原来安尼想，原来伊嘛安尼想。你圣神的恩赐当中，咱会当更较侪来经验上帝，互咱更较侪会了解咱的信心愈来愈大，咱的生命的境界会愈来愈宽。所以求主帮助咱，知影上帝要恩赐咱，毋是要倚靠咱的经验，是要继续倚靠上帝带领的信心，这是咱同大的祝福。所以像大家想看嘛，讲咱即马继续伫生活当中，你是毋是惯势？我就是安尼，还是讲你住的内底，你会当听到主的声音，互你一撮仔一撮仔，咱会当做改变。其实即马真侪生活真侪的即个3C的电器品，有人不爱用就不爱用，会你做无？会你做啊！但是你若愿意去学习，愿意去做，你会发觉讲，原来我袂白条的，我会接触会更较快，接触会更较快。我知影有真侪人，咱较早进前拄着这个COVID-19 的时阵，迄当阵教会要洗礼要安怎处理？教会洗礼要安怎处理？大家拢来教会洗礼啊！但是确实有人要洗礼，你 COVID-19， 那是毋是叫暂且莫洗礼？你暂且莫洗礼，万一安怎？你到底要啦？所以感谢主，尾啊，上帝互我一个感动，讲咱伫这个 online 的 Zoom 上，可不可以来洗礼？我讲这改变安尼较好，咱较早拢伫教会呢，即摆迄当 COVID-19 教会就袂当来呢。我讲咱来祈祷，咱求主来传领。结果像即马，我真侪时阵，大陆迄边人要洗礼，我直接替伊做。咱拢 online 赶快就当传福音嘛。甲伊分享了，伊要洗礼，伊边仔找一个基督徒，咱而家我做牧师，教会2-3个人做见证，看伊来回答信仰的回答。你讲安尼敢好？我甲你讲。一个老妇女议长应该大家捌听过，伊看我安尼就讲罗牧师，这真正是，因为伊较早嘛捌看，恁做这敢若真特别。我讲感谢主，若上帝恩准，若好代志，伊会当领受上帝的信心。虽然伊离遐尼远，但是因为咱甲洗礼了，伊的信心更较好，伊会继续行这条路，坚定伊的路。为什么不爱做？一定来在那教会才会当做。当然，我牧师来教会较好，我相信来教会，因为大家做定嘛，这是事实嘛。但是你不得已的所在，咱是不是会当改变，会当变化？是不是讲一定爱安尼才会得做的？这就是咱今仔日嘛是同款。无论教会的事工，也是无论咱面对真侪传统的问题，咱是不是互形式白条的？也是咱愿意更加看到上帝的话语，咱照上帝的倚靠信心来进行上帝要互咱做的事工。这是毋是更较好？所以每一样代志，而且大家甲兄弟姊妹做阵分享。你拄到什么代志？第一项求主帮助咱，会当来上帝面头前来祈祷。第二项，咱爱什么？咱爱当忍耐、听候。最后讲主啊，若出意我就顺服。我无要照我的，按照你的旨意来做。主耶稣迄当定时律嘅进前，伊是毋是嘛咧讲主啊？上帝若会得做，即杯我会当卖啉无？但是你若一定要叫我啉，我照你的意思，莫照我的意思。其实这就是来甲咱讲，咱有时阵无，确实讲感觉咱无好，但是上帝照你的意思，互我会当顺服你的意思。无这条路足歹行。你若要照家己的时候，你的心肝一直碍摇，一直踮遐挣扎。你讲这到底要安怎？你讲主若出嚟，你引带我交托。我顺服，我就听候，这就是咱大家互相勉励的所在，所以最后我要讲的代志就是，摩西讲石盘两解出水，请问讲兄弟姊妹，摩西有听上帝的话无？有照上帝的意思做无？无咧，啥啦出水？原来无照上帝的意思做会出水咧。这是稳定啦。安怎稳定？无出水，这些代志大条。摩西可能马上就会众拍死，因为你出来讲的是，
假嘛！你头就讲我为你石盘出水啊，结果讲人家无出水，这写阮死的，无死才奇怪。有啊无？我为你互石盘出水，结果更啊第一届出来就出来，佢第一届无出来，伊讲唔对，我加讲一届，伊出来加载，那无出水咧。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讲你无听我的话，我是按照你的意思做，会得做，会得做啊！先爱讲两届，因为讲一届无出来啊，坑无出来，加讲一届。恩典，上帝互咱，虽然咱有时阵啊无听话，上帝恩典有哪会保守咱？为什么？伊知影咱有软弱的时阵，伊知影咱有可能因为真侪代志失去理性，失去真个。但是上帝讲，我知影你的心，但是我要甲你讲哦，因为你安尼哦，因为你无相信我，所以我暂时甲你处罚一下。啊，甲你管教一下，摩西一定知影讲 OK 啦，这 OK 啦。无出水，你知影代志比出水，这两项摩西要安怎面对？摩西知影这上帝恩典，所以摩西无讲啊。你知影，因为伊确实无照上帝意思，但是上帝恩典予伊的时阵，伊知影感谢上帝。所以有时阵无照咱的时阵，的意思的时阵，可能你嘛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你无法度去了解上帝的心意，真正会迄落。所以有真侪人讲我上帝啊，我甲你敢若去庙共款啦，我甲你拜拜，我求啥你互我啥，我就哈利路亚。但是伊得到所有的福气，但是伊毋捌这位神。兄弟姊妹，咱爱捌这个神，领受这个神，才是咱的平安福气，毋是领着福气尔。领着福气，若无这个神无效，将尾福气会过去。但是有这个神做咱的伴照，有这个神做咱的根基，咱的福气才领受会掉。你若无这个神，你有这个福气，一个福气过。所以有一条诗歌你捌听过啊？宁愿有耶稣，捌听过无？有无？宁愿有耶稣，赢过啥物？荣华富贵名声有啊无？宁愿有耶稣，胜过荣华富贵名声。那样呢？荣华富贵名声好不好？当然好啊，怎么不好？不好我们在干嘛？但是上帝说，上帝安怎讲？你若无耶稣做根基，你所有这个根本有一天过去啊！你有一天，这所有的荣华名声富贵拢会过。但是你若有耶稣，这荣华富贵的名声一定才会保存会掉。这就是敢若一个厝起你石盘，甲一个厝起你土沙，完全无共款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咱爱知影？这是上帝出这个心力，伊是要看咱生命内底。上帝予咱的毋是外表的尔，上帝要甲咱讲的，就是要叫咱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加丰盛。这是上帝同看重的代志，生命才是重要。但是咱人所看，常常是外表的代志，毋是讲上帝无互你做，但是咱迄个生命若无法度领受这丰盛，这个丰盛过去你就无了。但是咱若领到这丰盛的生命，在外口这有啊无，其实你袂去感觉安怎？你袂去感觉啊？你会记得约伯的代志无？约伯迄当阵面对伊安怎受到这个苦难，上帝有回答伊的问题无？无呢。但是伊自从甲上帝面对面看到上帝的时阵，伊讲：过去我敢若知影，即马我亲身看去，迄个看去是明捌上帝更较深啦。所以外口迄个代志已经无要讲啊，伊无要讲啊，迄无介重要。但是尾啊，上帝祝福超过，迄拢尾啊的代志。但是迄个过程当中，约伯确实讲，我真正明捌上帝。较早是听，较早是敢若了解，但是无真正去认识。所以上帝要互咱的，毋是信仰，信仰嘛真重要，但是信仰毋是重要。犹太人经过遐侪信仰，伊永远无要相信耶稣啊。咱今仔信仰的问题，毋是信仰，是信仰借着信仰，互咱的内心内底，咱的内心真侪问题，会当来改变，会当互咱愈来愈成，互欢喜，互上帝欢喜，互咱这个人的性格，互咱这个人的品质，互咱这个人会当显出上帝的芳味。这才是咱同好的祝福，咱同好的祝福。
所以求主帮助咱这个新生命，唔是讲有真侪人讲啊，我求上帝啊，互我这啊好，互我这好，哈利路亚，当然真好啊。但是你的生命有改变无？你信主的生命有改变无？还是你一天到晚你讲啊，上帝互我这，哇，上帝足听我的，啊，你的生命你人的面头前拢无改变。其实这唔是见证，这是你讲信仰的代志。你唔是真正去捌到上帝的这个生命。所以你 COVID-19 的时候，一对翁仔某少年人，伊咧开餐厅，结果 COVID-19 一定倒的嘛，无人去食嘛，无人去食，因先生就感觉讲啊，这下去啊，要安怎？因牵手我讲不要紧，咱信耶稣吼，咱来上帝求主，互咱信心。吼，啊！你祈祷的时候，因某讲啊，无咱来做便当啦，吼，较早人来食，啊，无咱即摆做便当，看有法度人甲咱订无？所以即摆你看真侪外卖足侪，就是因为 COVID-19 时阵发展出来，敢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结果因本来倒，结果慢慢做恢复的时阵，因人甲牧师讲，牧师讲，哎呀，恁还无简单。伊讲吼，牧师，我甲你讲，这个生意恢复吼，虽然是真好，但是更较好就是我的生命。我经验上帝伫我内面的造就，超过我所看的外口这个代志。我相信咱互相鼓励，鼓励啥物？伫咱行这条路当中，咱一定会拄到真侪你无了解的代志，你会拄到真侪上帝祝福你的代志。但是这外口的代志拢真水，也是真无法度接受，求主帮助咱的内心。会当讲，咱会当去更较明白咱的上帝，互咱你的每一个时阵。原来上帝讲万事都互相效力，互咱会当因为相信主、跟对主、咱听主、主听咱，来经验更较水的代志。意思咱拄则你讲，你知影迄个学生拍破杯啊，迄个学生啊，尾嘛做老师啊，结果伊的学生嘛该拄到这个代志，伊个学生拄到这个代志，啊嘛做伊个老师就甲讲嘛，伊讲我较早嘛捌拄过。人生的破碎，虽然咱会感觉无好，毋过伫主的内面，即个破碎的物件，会使成做咱人生更较水的一个过程的坎站。兄弟姊妹，这就是咱这条路，人生的道路，行主的道路无好行。但是，咱若愿意坚定来行，你就看到你的生命会成做真侪人的祝福。水真简单。水真简单，讲有就有啊！上帝安怎做就有啊，无一定爱行都安怎讲就有啊。但是你的生命呢，无简单。咱的生命其实是咱一生的福气，会改变是咱一生的福气，这是较重要。真侪妈妈伫暑假的时阵，讲哎呀，因为哦，平常时啊囡仔咧读书哦，爱拢咧厝的一啦，啊暑假拄啊无读书嘛吼，啊囡仔倒来心足差的，哦，莫去读书，莫来厝的阿啥，哦啊烦死。其实咱一个代志拢是咱内心的问题，所以上帝照着真侪问题，毋是为外口的问题，是为了咱内心这个生命需要去调整的问题，需要互咱去调整咱人生内底的问题。所以上帝要改变的毋是环境，上帝看重的，伊也袂去惊外口，伊同爱就是你。上帝同爱咱伫做人的时阵，伊就为咱的罪。就十字架，接受咱做伊的儿女，伊要塑造咱，所以咱这个生命愈来愈好，这是上帝的目的，毋是外口环境，毋是你爱过偌好，当然伊会互你过好无毋对，但是咱这个生命若无改变，一直像世间的人的生命，这就足可惜。所以上帝甲咱讲，伊要互咱生命，而且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毋是干那要互你生命的尔。所以咱今仔做基督徒共款。咱有这个生命，你上帝引带当中，无论顺境还逆境，总是相信上帝，因为照着这个环境，要来塑造我，互我这个生命，不但我得到祝福，还会当成做更加侪人的祝福。所以求主帮助咱有眼光，求主帮助咱。可能我的脾气，可能我的信心，我毋知影啥物，但是咱问家己讲主啊，帮助我。今仔日照着摩西这个代志，互咱会当看见，毋是上帝无伫，毋是上帝无做工。是咱看袂清楚，所以求主帮助咱，知影讲上帝要甲咱同在，环境无介重要，咱的心意甲上帝的心意
求主帮助咱，会照顺服上帝的心意，毋是照我的心意。咱的生命会当不断的来变化，毋是讲哇，上帝互我祝福，照我的偌好偌好。当然，牧师讲这真好，但是更较好是你的生命，你上帝内底不断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看到上帝甲咱的同在。咱若看到环境，较直讲，大家拢共款。但有啥物人软弱，我无软弱，因为环境就是要来甲咱冲击，撒旦就是要来甲咱吞食落吧。但是咱若相信上帝啦，咱会看到望，咱会看到咱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咱，会当讲知影，咱面对上帝的时阵，咱充满望，因为上帝是互人有望的上帝，互咱因为相信伊，咱会当平安甲喜乐。阿们吗？咱做阵压头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你，为了这段经文，相信真侪兄弟姊妹有伊的了解，总是主搁一届借着你的经文来鼓励互阮。因为阮已经行伫这条稳定的道路当中，虽然外口有风影，虽然外口有艰难，总是主因为你的同在，互我会当赢过我所面对的这个苦难。主啊，感谢你的陪伴，甲一切荣耀归予你，继续来鼓励阮，互阮会当常常的目睭注重在你的面头前，毋是去世间，毋是去外口来引带去。主啊，求你祝福引带，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你软弱的时阵，是你迷失的时阵，拢会当看到你的同在，成做阮随时的帮助。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